收到后。今天你怎么有时间来这里，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？好浪漫。 是吧？没事。巧啊。是啊。 巧了，齐军，你前女友在这儿呢，快过来打个招呼啊！傻愣在那儿干嘛？快过来呀！这么巧，你也在。恭喜你们，终于修成正果了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哪段感情走到这一步，不得有几个牺牲者呀？你们继续。 等一下，着什么急呀？中午一起吃个饭呀。这位是？这位是我老公。你跟我分手也不用找神经病的嘛。我说白锦儿大小姐，您口味够重的。不需要你劳心，我和景儿现在很恩爱的。恩爱管什么用呢？ 能当饭吃吗？我说这位超人先生，您家底儿有多厚啊？能不能养得起我们这位白锦儿大小姐呀？你放心，我会给她幸福的。保安，你好，先生。把你们这的总经理叫来。对不起，总经理很忙，见面可是需要预约的。你告诉他我是孟青南，他会来的。 是陪着。我站好了，稍等好。收到后。今天你怎么有时间来这里，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？ 今天我陪太太来逛商场，本来是不想麻烦你的。少夫人好。你好。是这样的，这两位是太太的朋友，今天刚好在这里求婚，你就安排一下，表示我们的祝福。没问题，我一定给你办妥。不好意思，我和简儿要去看一套别墅，所以可能没有空陪你们。如果有任何事情的话，你就找这位李经理，他会安排的。亲爱的。 哎，你还没答应？废。走。所以你那天打我，就是为了他们两个？算是吧。这冤有头债有主，早知道就把你抽我那巴掌抽回去。算了，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。 既然过了这么久，为什么你看到他还这么难过？谢谢你刚才帮我。其实我也不只是为了帮你，最主要是看那个女的不顺眼。反正我谢过了，先走了。对了，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华琴的女孩？没什么印象哎。怎么，她欠我诊费啊？
没事儿，随便问问，拜拜。拜拜。怎么了又？怨妇一样。花姐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有没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你指的是？干什么呢？哎，我酸奶呢？你刚刚手不是空着吗？哪来的酸奶？不对啊，我明明记得我拿了酸奶过来的。不是这事儿的话，那难道是？早。早。真没别的了。你确定？大概，确定吧？那我提醒提醒你，孟青南，也就是你嘴边常挂着的那个禽兽，他怎么了？你确定他认识你？确定啊。那你俩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？都告诉我。你真的想知道啊？5月份的时候呢，股市很低迷，我心理压力很大，所以就想找一个心理医生来调解调解。请进。坐。你好，请问你是孟医生吗？是我。我整整赔了30万，你知道吗？从初中开始起，我看中的股票从来都没有跌过，这一回把我那么多年赚的全都给赔进去了。花小姐，不管是谁遇到这样的问题，他都会很闹心的。股票本来就是有赚有赔，你在炒股之前应该要明白这个道理的。你娶老婆之前就知道这是一麻烦，你不照样还得娶吗？关键这次不是股票没有看准的问题，这天灾人祸的降我头上，谁受得了？什么天灾人祸啊？你买的是哪一只股票？对面购物中心那家，本来股票走势非常好，涨幅也很稳定。这不，董事长上了年纪，准备把生意交给儿子打理。谁知道这熊孩子根本不接呀，非得跑去当什么心理医生，把他爸气住院了吧？消息流出来了，所有人往外抛售股票，我这几天赔得连饭都吃不了。你说你也当心理医生的，要是你有个那么有钱的老爸，你吃饱了撑的来干这个？不会。你说这人是不是欠销？对，欠销。所以我觉得我是该来这儿调解调解，要不然我这胸口堵得慌，都快得抑郁症了。哎，医生，我跟你说，要让我碰见这败家玩意儿，我非得削死他不可。哎，你千万别冲动啊，我帮你调节调节就行了，别动手打人。哎，我跟你聊一会儿，心里舒服点。刚刚这胸口堵得慌啊。医生，
有一个关于心理学的问题很好奇，什么问题？是不是真的有催眠啊？当然，可是我一直都不太相信，我觉得这都是别人装出来的。你会吗？我会那么一点点。哎呀，不好吧？催眠后很容易出状况的。能出什么状况啊？人被催眠之后是一种潜意识的状态，是会把潜意识里的人格表现出来。乱玩出事的不在少数。不怕不怕，我一个弱女子，就算我潜意识里是个变态杀人狂，你也能制服我的。用那个拍下来，让我看看催眠之后我什么样子。不行，那是我上一个患者留下来的，他待会来取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拍完之后看看就删了，拜托你了。拜托拜托。好吧。放松，再放松。哟，华小姐，都多大年纪了，有什么好害羞的啊？有多少人活在你手里？个禽兽！哟，禽兽，我本来就禽兽啊。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可是我还是觉得怪怪的，他都记不得你的名字啊。那证明他经常干这种事儿呗。祸害过的姑娘不计其数，连名字都不记得。哎呀，不说这个事儿了，咱们用些乐。